頭痛係一種常見嘅自覺症狀，青少年或者係工作壓力較大嘅人群咧，都好容易出現嘅。咁通常咧係伴有頭暈啦、失眠等等嘅。頭痛相當之難搞，可能係突然間出現，有可能突然消失。經常咧都係病因不明嘅。頭痛嘅原因咧，大多數咧係嚟自於外在嘅壓力啦、疾病啦、風寒啦等等導致嘅血管充盈。咁膨脹嘅血管壓迫住周遭嘅神經咧，就會引發頭痛噶啦。咁除去咗頭顱嘅損傷啦、脊椎嘅受傷啦、鼻竇炎啦、高血壓等等造成嘅頭痛咧，要擺脫普通嘅頭痛，我哋就要從日常嘅生活做起啦。我哋建議你補充 B 族維生素，因為 B 族維生素咧有助於維持神經系統嘅安定，幫助大腦血液循環，減少頭痛發作嘅次數。我哋仲建議你咧係補充 Omega-3 脂肪酸嘅，因為美國匹茲堡大學嘅研究人員發現，血液中嘅 Omega-3 脂肪酸含量低嘅人咧，往往係比較容易情緒緊張，從而咧係誘發偏頭痛嘅。咁有學者係認為呢個 Omega-3 脂肪酸係可以阻斷神經傳導路徑，增加五羥色胺嘅釋放，從而咧係緩解偏頭痛嘅。我哋仲建議你咧食少啲朱古力啦、乳酪啦、酒啦、咖啡等等呢啲易引發頭痛嘅食物，而且咧飲食一定要清淡、忌辛辣、生冷嘅食物。咁一旦出現頭痛嘅話咧，應該係保持環境要安靜啦，要注意休息，保證一定嘅睡眠。我哋仲可以建議你咧係用一個乾淨嘅毛巾，用熱水浸泡之後再擰乾，咁敷喺後頸嘅髮際處，就可以促進血液循環，迅速咁樣緩解頭痛㗎啦。今時今日保命要緊啊，保持營養均衡，疾病拜拜。記得點讚同埋轉發俾你嘅屋企人喎。